只说一次，让开！班化于宫内，毒杀成安伯，乱宫闱，违礼法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杀人，天大的笑话！本将军还轮不到你们几个来说三道四。兄弟们，上！我跟你说，今天可是咱俩再展雄风的时候了。哎，许久没动手了，你行不行啊？哎，男人不能说不行啊！咱俩比一比。好，来。放肆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都住手！都住手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母后，儿臣已经查清楚，正是班家父子购买毒药，配合班化毒害陈安伯，进宫杀人乃是重罪，还请太后下懿旨，处决班家。太后娘娘，班家以下犯上，若不除去，他日必然危害天下，还请太后裁断呐！禁军何在？速速压下班家！我看谁敢！长乐公主，休得放肆！母后，这一切都是孩儿的意思。太后娘娘，皇后石素月勾结朝中奸佞，毒杀容相，嫁祸长乐公主，意图诛杀一己，把持大业朝政。末将早一步得知消息，便与皇上将计就计，将一帮罪臣一网打尽，拔除朝中乱源。真相如何，自有大理寺去审。今日堂上之人，个个都参与谋算。还请陛下决断。石进，将这群人押下去。是。走吧。陈伯，这一切的是非对错，朕心中自有公断。未来的大业，也定少不了公道二字。臣早就说过，陛下定能成为一代明君。嗨，姐夫到底还是我姐夫，连我姐的婚礼都敢算计。哎，恒弟此言差矣，你姐男女中豪杰并不会在意这些。哼，是吗？婚前怎么说的？说这辈子都不会再骗我了，是吧？后皇，此次与以往不同，事关重大，更牵扯到皇上。若某向你保证，这绝对是最后一次，此生我绝不会再骗花花。还此生？谁还跟你共此生啊？本公主不嫁了。哎，别姐，好不容易嫁了，别再出乱子了。